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来研究客家诗言白话语文研究第80密集有10篇文章哈。今日嘅主题是常用客家诗言语文嘅单词啊，四字四到嘅课文一时一语录音第76篇，提供各位乡亲大家来这个共同研究客家诗、客家语、客家文，让嘅那个讲，让嘅来读。有一条诗语以后呢，我哋嘅客家话真有办法讲啊，有一个法度、正确度、程度嘅功力啊，来做客家推广客家语文嘅一个功力所在安尼吼。好来，我哋来先讲，那个本文头下有一个客家语文嘅白话语文嘅功能是有一多嘅，也有3种哈。这个是核心功能，也就会讲啊，客家嘅文化会用语音伫度里呢有3母、韵母、3条，以及一个创伤词、连音诗等等，也是稀释嘅素材啦。另外一个实体文章、文诗，也是属讲啊一个我有看到个音译性、音译性啊，同时连音诗也系实体嘅诗哦。乜个实体诗呢？就是关于讲下是呢。望文生义，看那个文就底下个意思嘅存在安尼吼，所以一个客家白话语文嘅核心嘅功能，大家看嘅中间一层安尼吼。安个也含有正规性嘅功能，就是有些模型嘅呢含有哦，所以有3种功能呢，就是个一种品质管制伫度里所非常嘅。讲究嘅素材，所以我哋研究客家语文啊，有嘅范围多大有嘅大咯，一個就講啊，客語嘅常用條研究，第二常用嘅客家語文詩一個研究嘅咧，第三客家語文嘅連音詩嘅文法嘅應用係樣嘅。連音詩佢從自古以來都冇大家曉得講，但是唔係樣嘅來嘅嚇。因為咱本文喺度里有詳細同大家來做嘅報告。其實呢就創傷詞，語音嘅特殊點係在呢創傷詞一共11個特點，也就係客家話語不同族群、不同地方有不同嘅創傷詞嘅用法。像講樂語樣嘅比例波羅一個關於呢就稀里嘩啦，葫蘆話呢就是乒鈴乓啷安尼按種嘅大蔥樣嘅，個創傷詞不同族群就有冇相同嘅講法喎。親像一個大蔥嘅就講客家話就講嘣安尼，按關於呢砰，葫蘆話呢就砰，英文呢就按到 bang 安尼，所以同樣嘅聲音，但是用法在表示出來嘅時間就會冇相同。聽呢就是客家嘅意思，語音嘅意思係樣嘅，嚟做研究。第六呢，客語嘅詩或者講語三民主義嘅語嘅文化。第七，客家文化或一般記嘅用法嘅研究，樣嘅。第八呢，就是各類嘅形狀性質不同，用詞也係不一樣哦。第九呢，就肢體語言嘅研究，係一個嘅說唱藝術、說唱藝術啦，嘅這個肢體語言非常嘅重要。第十呢，關於翻譯成客家話語，
也不同族群有不同的语言咯，也是个神奇的所在。所以让我将华语变成客家语，我让我来做安尼。第11呢，一个客语嘅感叹词，同语米词嘅声音嘛，各族群都係無相同啊。第12，一個客家話罵人嘅詞彙都帶有多種，係綜合放起來啊，但是也可以抵得不可使用啊，罵人嘅話少講嚇。第13，一個客語嘅形容詞，一個非常嘅重要，前將一個下面一個講啊，即唔多有風嘅嘢喎，這個的形容詞我曉得用安尼嚇。第17，語輔用詞就是一個語言上所用嘅詞句呢，嗰多嘢都唔曉得嚇啊。第15，詞句形態有初級研究嗰度，將來一個高級認證考試行業啊，一個會用到一個句型嘅形態，以及一個初級寫文章等等。16項呢就綜合客家語音，用於創會人員分析本客家嚟做一個指導安尼嚇。一個20呢就是南北語音嘅做個比較，本文呢要綜合40本客家嚟做個參考。21客家語音單位名詞，一個也非常嘅重要。不同族群、不同嘅地方啊，也係嘅單位名詞也係冇相同哦。然之後，先像講啊，一台茶杯啊，一台茶杯，一張桌嘅，一噸竹頭，一個單位名詞用嚟用安尼嚇。22俗語、諺語、歇後語，也各有學問嘅所在。也有寫出嚟本客家地帶。23就是讀書、說、講、唱、唱、念、言，言是絕對言辭嘅一道樣式讀法都係冇相同。一個語言嘅用處呢，就像廣播電台嘅用語同上課嘅用語，同埋一下錄音嘅用語。這方式都係冇相同嚇。第24，一個客家白話語文嘅藝術教嘅組成3本嘅教材啊，有一個強調42篇嘅文章，你得文史以後、文法以後，還要用文章嚟做一個表示，真有辦法了解見當前嘅社會用文章式嘅教學嘅嚇，也希望一個推廣研究客家語文嘅先生，大家都共下來研究。一個客家白話語文就係本土語文，係自1968年超脫生態交通管理時節啦，共有50年嘅時間啦。重點就係講緊研究語文嘅連音式有兩，同英文嘅個連音式冇相同，客家嘅連音式係聯合嘅連有兩，英文嘅呢是用一個 connect 一個 CONNECT 一個那個英文連接切斷嚟再接上去嘅。文史上嘅用法，見一下教育部同一個客語區用法變咗第三嘅。A 咪第三個實體字，為了也咪那個背有一個兩個我的安愛個一個用法各冇相同哦，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認真來研究一下，尤其連音式有語就要有文，但是冇連音式嘅時節啦，談行嚟講唔順意，講起來也唔講唔順口，也唔過熱面嘅素材呀。好，我哋時間嘅關係，我哋就嚟講一個提示一個客語通詞嘅書同載嘅一條翻譯，
第一个呢是 lot，lot， 那个 lot 芥末，lot 芥末，就是抗美了以后呢，往下速度个紧的嘞，移动是个膜落下来去，就是 lot， 先讲 lot 啦，lot 芥末嗰度，第二宽可弯宽。用手提拿东西呀，就宽脚哦，宽脚啊，第三是攬有人講攬同攬，就是勒疼那個區別啦。就攬呢，就是包在胸前，第四勒，包在嘅肚臍上啊，肚臍當中勒有兩種寫法喎。一個勒挑書片加上力嘅，也個是勒。個米粒闊，一個勒啊，有一個米粒闊嘅力同勒有兩樣，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認真好好嘅嚟了解我哋嘅客家史安尼嗬。好，再看嚟講啊，一個豆呢個豆，一個挑書片嗬，一個兩數嚟辦東西，豆呢，一個冇個筆袋呢，蹦松樹胸前方拿碗塊東西，蹦呢有按到夢，一個第六個就蹦，有按到夢，一個第七慢，用數字嘅出。這個接觸以後，用拿鋼嘅東西用嘅，用樹枝嘅強嘅嚟去拗彈，都慢延順，慢，一個是有種米嗬，一個同時嘅時候，一個米就不會米，有一個是第八，一個滑，用樹枝嘅也係寫木片嘅啦。拿鋼類啊，這個慢啊，但是在有的米就不會米，有窮嘅有種事，所以一時多音嘛，就變成講啊，一個破音詞而佢度，我哋現下所講嘅呢，就以單行來講喎，第九就滑，用東西就滑東西，用寫嘅長期嘅歌呢，來詞物嚟滑。滑嘅讀滑，VAG 就滑當講呢滑同啱啱你講滑意思，唔係講滑唔係講啊一個熱意思熱是個太極熱一個滑嘅就是呢，有時候有滑按個熱有三種，有三音跳。車廂挑東西，從45度挑起來去，關於講溜吊兩個相同哦，我哋嘅吊我講跳起來去，上下正向跳，留單我跳下來，唔好講跳下來，跳下來，一個跳是第12節。東西用單數個用往後前接，一個接有按到東西，接東西，一個第13柄用長條嘅物啦，向前來接，柄作柄燈，實在強咯，柄作柄燈。好，再看一個畫起來，畫起來嘅東西。就將東西偷嘅向後背跳下來去，畫起來去講人哋嘅意思啦。15一個將兩數男人出嘅出頓，今夜啊都講一唔同我，而且一嘅一出頓，一個啲睇看16。樣呢就是書巴狀，書狀字唇齒的，數字由上下嚟做搖動，一年
以押人。爻呢就左数左右两偏表示同状，表示不同意的意思。支撑点上面呢就按照爻爻，支撑点在底下嘅呢，讲同爻有冇相同一個大家詳細看下咧。個四則詩嘅呢，個講，但是去到方面咧向前，伊就講，即講搖躍，然都搖，第18。朴樹兩種正面合搭表示中上嘅意思，叫朴樹。柏樹呢係有相同嘅意思用兩樹恰搭，用樹啪啦，樹撲加，冇相同嘅意思。這個意思，尖就是英文講 kiss， 再來說有音接親個尖有意嘛，就那接吧，用嘴唇殺嘛來個 keep 死啦，第21說田路嘅有音作同腳係個音我哋嘅呼吸呼吸一個 keep 說有一個音喎，練口試加上一個看見嘅見叫做練呢是一個看見嘅見，有多數評價嘅口試吞到殺馬後面再吐出來嘅時間叫做練出啦一個是固體硬嘅東西盤就適到地方切再吐出來就範圍，就是盤圍，個人講範圍客家話就按咯圍盤是北方人常講是盤，也可能是拍吐翻嘅翻有數片嘅特色啦，就是盤冇錯。配後欄利用嘴唇嘅力量將液體從嘴對肚裏前端彈出來，配後欄用一下藥呢藥一個口試加個油膜嘅油藥呢藥是一個是烏牙味，用個烏牙味一個藥呢是喺度藥呢，所以頭都講盤啦、練啦、配啦、藥啦都冇相同26個噴風用在將嘴肚裏嘅空氣迅速呢吐出來，這個噴同另外一個語冇改上差嘛，這個噴風噴個噴係同個噴很好的意思啦好27一個蛇路嘅用殺馬來填詞，關於個填詞有好蛇嘢，馬兒就有好蛇嘢，用殺馬去蛇嘅意思，表示冇望嘅意思啦，有好蛇嘢。野後欄野的是讀個液體嘅液但是也就讀野後欄讀野上譯所講野小嘅野也係一隻詩。鹽先呢那個水質的東西流出來都野小啦表示去改淺嘅意思啦。29雷殺表示大下解橫講，叫做雷殺馬雷出來一個殺馬吐，人哋講殺馬，關於個舌頭吐出來。全年
个泉，一个有个泉有两字嘛，哈，用在咸黏头的叫做泉黏，啊，泉调，是唔全是下一件泉啊，叫做个泉调，最唔全咸度落咗啊，慢最慢的呢，最慢的那个，哦。一个慢在冇多见变拍到看那个意思啦。好，一个我哋嘅录音，可以用本文一字一语对照录音，一个东西啊，我用一堂嘅时间呢，请大家将本文嘅录音用做数嘅数字讲念数字嘅面啊面，那唔会团结嘛哈。数字讲念一个数字嘅面啊，好，再看一个通词，第五通词，数字嘅方面嘅念，两数字间相对似东西呀。关于讲嘅拿呢，也有乜嘅意思呢？唔可以用数拿嗰度，呢系嚟做个少，哦，也就是讲啊。拿多拿少用起个嚟结贴，偏将我斟酌，系用字咩嚟，也系用摇起嚟，嗬。好，一个长，一个针挑树片，咸是挑树片啦，一个咸水田嘅咸，水拿起嚟都挑树片，单机数字咁向前跳，啊，一个就按到针，一个铺嘅啊，针过去以后，个就有一啲把握，就做错嘛唔得咧吓。个腰，用五个数字诶出上腰，所以抓一只诗呢，一共有4言。腰，我哋脚趾诶有腰，哦，人咧唔系讲脚趾啦，哦。但是嘅方面，佢就要有那个要一道要啊，哈，要第四找，慢慢的数字甲面向咧慢慢的碰触磨上好了，照样的照啊，个杂用数字作出唔同啊，其中个杂头那么个杂，个啥就是两个东西同时在两个人向下走。个本人呢有多就讲啊，本人撒到，哦，两轴皆快移动的意思，哈，一个关呢就单数字个上下嚟做摩擦，啊，一个摩到同长到意思冇相同啊，哈，摩到同长到，摩是点，你本人摩到，长呢有就等讲啊相碰，碰。同创冇相同啊！一个创到一个同嘅一个点嘅，前嘅分通两个同就做个碰啊，两个空下也通也通，也就係碰，也碰，第八論言論嘅論。嗰個挑數片，用數字嚟見論，論義講啦，母字跟實字啊，傳統嘅啲東西，論嚇，一個啲叫挪索嘅，要挪索嘅挪，合聳壯上將線索向下高位行國啊，個國高位國嚇，挪位國係，一個後尾嘅是國是行國。嗰啲行有個角嚇，第10一個牛，松字夾個黏呢咧，夾呢咧，傳統到嘅牛，本然牛兩隻數牛嚇，牛有同牛啊，松樹正面向前走啊，要單活為同啊，叫做牛。兩隻都同作，作一個點，松樹向前，下邊是人物為同但不同，
亲像讲啊，带去，本人捉到的吼，看到警察了又唔晓得走，迄个都本人捉到的哦。蝶，蝶语讲的蝶，又有另外一种写法，挑数片，甲迄个蝶个有数片哈，蝶，蝶塔嘛，数字中弹打，第14，念暗念，两字字用安尼念迄个哈，念，按接咯，字 F 接，就3基数字诶，就按照接啊。但是这边就是有突错咯，本人错字话，起小偏出连他咋个错啊？伊整个表示文读个看，暗中来拿假个本人，也就本人错字话哈。所以讲啊，小说一共有多种咯，有8种，起小偏出连他咋溜安尼哈。好，第16，呀东西的呀。哦，5数字相对下，哦，头拄个说讲啊，1基数字、2基数字念，3基数字就接，4基、6基那个5基数字呢就呀，哦，5字相下那个拿东西呀，盘伊讲啊，学法有一句话无，最痛苦的时节用来讲啊，盘从牙切，盘从牙切，第5。拿就是用纯属性啦，树状向下来起东西，拿钱本身人呢，但是个太太话，我钱本身人本阿爸时间咯，我用风，好拿本本一个神，只有松树状向上。来接东西啊，下边向上边神，相反呢是本同神，意思都好像，通则完全意思目标相同，但是意思不相同。本松树5字托物，叫本有音梦，本完咯，梦完啊，另外一个。某条数片叫做风啊，风松树托物拿本人啊，所以一个做人的来一个人呢，要将钱奉送本也爱拿钱本来的生人呢哈，按嗰個白松樹地動解一個款啊，就白一個用樹白走，用腳白走又冇相同哦。用腳背就竹絲片，竹延續嘅竹要讀竹啊，加上發發出嘅發就背有2種背，一個用腳背，一個用樹背，意思冇相同。兩樹用樹狀詞的那個 M， 一個 M 字啊，大家想唔出哈，M 水色兩數字 M， 刻嘅挑數片，人刻嘅刻加上挑數片，5字狀咩合不同詞物啊，物唔會同哦，刻加挑數片，刻同 nail 冇相同 ，nail 物會同唔同哦，刻但是一個客家人，同是強人呢，講話嘅客家人係客家人係客人會個客人啊，客家人啊，一個就尺，契約尺，一個東西拿嚟表一下，人視頻帶下解橫講一個做喏尺，一個尺啊，東西拿嚟尺啊，一個節呢，就是單字正向快速嘅拿東西啊，就節東西，那個牙膏就擠出來，擠出來，冇到個攆出來，26黏，用黏，黏，一個黏，就暗中
数字的器物啦，后边也就是这种农，农就是扛，中一个农同南，也用特式来做比较。南钱就是对台方拿钱，农钱呢，拿钱空台方中，用喺度中嘅節節節嗰啲節單字嘅國家嘅寫法嚟節語嘅節一個位置南嘅北方人講鳥啦，南方人講節，我都節節，有時按到語，一個位置嘅節咁記得 YouTube 記得咁記得記，年用數字碰觸，欠用數把種，吹你講有吹嘅吹，講跳數片，一個有上大下，天先呢吹下來嘅吹跳數片，個名把種一個碰觸，不動名。毛人就冇看到毛，所以講人賭博嘅時節，吃毛吃名咯，假使講名都有看到嘅，用人就看到嘅，毛人就冇看咧一個手，一個用把種，一個輕輕嘅，那個來回聲音嘅空長嘅時節，免一條手話咧，第三歲節種數嘅。節種數嘅，有數字各出一個東西合放咧，節青春度種數嘅，本再看第五數字嘅就 net，no net，頭都講過嘅哪 net 清楚，想雜嘅全部講過，看到第六個一個客家食譜。料理嘅名詞，一個大家要記得啦一個就講食物同情緒嚟做，獅子班上說聲音，身體聲音要按照講法，食物表現情緒滾水到嚟隨時拿風嘅個。像種掃跳菜、掃咧，第三嘅炒東西嘅炒，第四煥煮菜煥長時間熄火是個煮不爛煥肉餃煥餃係特別用，現在煥餃就馬人講現在研究嘅意思啦，煥餃。風有兩種寫法，一個火孔，另外一個呢寫是那個風經常講雲，但唔是冇是不爛喺度，風颱風、小風一個叫小事，一個沒有緊它個聲音的事就會小事，煮東西食物表現情緒加火是熱滾暖同煮水不相同暖就少嘅，煮就一滾咯暖水同煮水冇講同阿爸咪講嗌煮水不用洗身嗰都沒詞的暖水燜班上熟嘅皮料調理好些。在整治熟就做個燜飯乾呢燜，去叫呢就燉那個東西空在個鍋嘅地度嚟煮燉布嘅燉，高溫燉，一個鐵濕嘅瓢，北方人就瓢釜，我哋嗰個瓢鹽班一個是這個天婦羅，瓢天婦羅，我哋客家話講跨地
个北方人讲泡泡哈，一个讲那个泡，蒸食物用于水面上啊，蒸东西也唔是解释大家啲啦哈，那个溜这个甜板硬起来，再来蒸一下变成溜过去哈，煎类个方面用个煎。但是俺们讲煎油同油煎不同的意思哦。煎油就是皮肉都用煎出油了，油煎就要用油来煎，安尼哈。好是煎过的时间，冷起的，柿子在温上學同好有冇相同喎？嗰啲呢嘅好，火師加學師嚇，一個煎同學冇相同，煮同那個暖冇相同，蒸同溜又冇相同啊，都好相反嚇。炸譬如肉炸出油了就煎油，花魚呢那個就講炸油。一個同人哋客家話冇相同嘅素材，鳖，不以鴨鳖，泡嘅肉嘅用強火，嗰辣嘅火就鳖麻油，鳖麻油一個先像話羊肉鳖麻油，切切包太快嘅肉類啊，強火使之熟，包嘅肉碌板那個碌，只有碌板那個碌哈。那個板條，我哋南部講面趴板，因為板條唔前切之前，先像面趴一樣嘅，所以這個面趴板。南部呢，就是北部啊，都講切好嘅板條，先像落雨就是空中嘅，落水就天內大下嘅，安尼哈行雷式哈。天20摘，摘茶嘅摘摘茶嘅摘。天21播，天22會背熟，會背熟。天23呢，飛翻嘅飛，一個我哋客家人個笑，食物之餘，熟會之中啊，用會就會那個會那個嗰日咧。火勢喺度咧，那個壞東西會熟，會反熟。飛食物翻譯調理好些嘅料理，攪夾食用，攪俾夾嚟食用嚇。個烚，一個可以烚呢，火勢片加上烚上嘅烚嚇，菜瓜係用烚片嚟嘅，吊菜用烚片嚟嘅嚇。天25糖，一個說的糖同米冇相同，糖是有加水嘅，米呢吹嚟不加水哦，用烚出來嘅個汁米啊，也就按到米天27薑，瓜類加上豆腐，糖鹽啦，來個尖。講嘅道理嘅，叫做個叫醬菜，個醬菜，青島嘅青頭醬，因為我哋個鹹菜啦，講講嘅道理，多醬，講個肥道理啊，嗰種醬菜，醬菜，如鹹甜熟嘅肉啊，板上熟嘅肉。過濾加上鹽嚟保存那個滷臘肉，以濕乜板上熟嘅肉類啊，加鹽嚟曬保存嚟啦臘，我客家人各位買嘅，現在做不正當嘅事情就講現在俾人臘肉鹽生就係講過濾切成泡嘅片。用泡鹽泡啊，叫做鹽生鹽調絲鹽調絲，
锅里只有加盐浸起嚟嘅，哦，個暗加個暗瓜，就是暗瓜味，暗瓜同暗瓜味冇相同哦，啊，好，鹽就是兩隻那東西，慢慢的變下去啦，就鹽。椰咧，鹽同椰冇相同，係為咗是椰，椰就係講用樹椰皮料，係椰皮料。鹽呢，鹽也嘅那個人煮菜嘅時節嘅秘書啊，鹽係是白嘅，哦，椰皮料嘅椰條樹皮加成椰，哦，第三個是綠山來，綠是由內乾向外，也係先有連續左右前後實施分散啊，哦，一個綠為山咯，橋咯橋為夾，橋為夾，橋咯橋為圓，啊，由上下那個反覆嚟到這個橋為圓，啊，個擺飯頭魚用平大嘅擺機嚟做嘅向外嚟，那個飯頭魚啊，飯頭魚就飯頭嘅皮啊，唔係殼個嚇，叫飯頭魚啊。豆腐魚係有樣嘅食，到處豆腐乳，個乳是個顧鹽絲。哦，豆腐魚，個魚叫做豆腐乳，泡鹽，師傅加鹽，用盆裏由上外，那個上下逐下嚟，逐下嚟。好，39，逐，用牛人講呢，上下震動，啊，逐下嚟，哦。煲菜嘅時候呢，速加嚟，哦，以上呢就是簡單同大家做一個報告。一個主要是湯愛錄音，就是來看一個語音。哦，底下嘅圖呢，就是一個連音式嘅用途係存在這個。哦，一個 RAO 就是連音式只有個音母只有 RAO 嘅哦，三則式嘅。字母呢，依照前則式嘅音母尾音嚟做嘅嚇，一個可以詳細看一個連音式嘅解釋。從 A 嚟講是呢，就個哇、啦、呀、嘛、那、呀、加、巴啊。單音式嘅時節就讀式啊。A 嘅音呢，就是哇、喂、嘞、耶、咩、呢、嘅、嘅、別，好，單音式嘅時節就吱啊，吃啊，咁樣哈。O 嘅時節相同，我、了、有、麼、呢、我、個、啵啊。單音式嘅時節以母聲母，這字個數強是用 E 啊，其他嘅強用 A 音，這種個數強就講。V 哩一咪哩嘅 B 嘅音，但是以冇單音字啊，所以空韻只有自然有嘅，個數從之前比較同冇哦，都開了減冇啊，一個其他嘅呢，向各位鄉親大家來看下咧，連音字可以講520字嘅bài嘅。點咪就可以看得到哈。以上呢時間的關係就講到嘅這個哈，44秒，承蒙大家感謝，再見。承蒙按知識有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